你可以借可以，一个也是给他赚钱。善良点，善良点，快了，交袂掉了。交不过来，交，接掉了。哎，我讲，我跟你说，自我介绍啊，自我介绍啊。好啦，你讲啊，你讲。好啦，你自我介绍啊，我是。你讲我阿爸、我阿公什么人啊？我叫你什么名字啊？我今年我现在国中几年级啊？杨丹红，对吧？我今晚要讲些什么？来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杨丹红。我今仔日要讲的题目是我甲大自然有约会。讲到大自然，伊予我的印象是神秘、趣味阁好耍。阿爸阿母定定讲我是一个幸福的囡仔，因为我住伫东部，踏出门，山就自来我的感情。行路几分钟，太平洋就伫我的脚边。要甲大自然接触，就亲像倒顶离竿遐尔轻松。自细汉到大，不管是溪底撩水、爬山，也是去山边的田仔里掠鱼仔、掠田蛤仔，拢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伫我国校6年的时，我的当初就我参加自然观察班。一天，阮到美仑溪出海口做观察，行到溪边，老师雄雄叫阮大家出声，要行才好势。一开始我三无早，样看样，戆戆啊，行样对摆，真足一个看。哇！我看到豆仔鱼甲蛤仔鱼不时跳出水面，无影刺刺。了后，哇！我看到一只乌面红喙的鸟仔，雄雄为鱼顶冲落来，可怜的鱼仔就安尼，互伊疼食5百。边仔阁有2只海茄仔，为着小济地盘，拍甲乒乒叫。看到这幕，我雄雄感，应该是电视才看到的画面，伊连着活跳跳，伫我的目睭前播送。进前坐车也是散步经过这，袂感觉这有啥物特别的所在。想袂到，精彩故事不是拢伫这扮演，大自然实在有够奥妙。阁有一天暗时，阮去礼屿山的山路做生态观察，我举手电伫树林内四界照，忽然间，边仔树洞发出的声音，老师甲我喊，莫恁动，伊用伊的手电照，我看到一尾青竹丝扫到我这边来，伫一个最阴暗、照紧张的时阵，老师紧甲我甩开，甲纸仔掠起来，带去边仔，我才透一口气，互你加载。阮继续行，就甲久甲真溜仔虫伫树仔顶底拍擂台，田蛤仔伫水池仔内咕咕咕在唱歌，花鼠伫树林内溜来溜去，暗光鸟咕咕叫的声音嘛真有节奏，互我想到伍佰一块歌，五种气味哟，大自然啊我爱你，我对心内画出来。你谈啊，你谈，明年共这个时阵，我一定会过来。甲大自然约会，毋奈当甲这个动物、事物接触，感受大自然的奇巧甲奥妙，搁通行路运动，互身体强健，真正是一兼二顾，光拉兼西裤。毋望美丽大自然，袂因为
人类的过度开发受到破坏，互咱会当永永远远甲大自然约会。我的演讲就到这结束。